華山基金會關田站14週年生日快樂！長期關懷11、10、12長輩華山基金會關田站在地服務已經滿14年，為感謝社會大眾的支持，華山關田站適力舉辦建站14週年感恩茶會，邀請在地長輩到場來慶祝。關田站服務已經滿14週年，然後已經服務了大概177個長輩，重拾笑容。那在今天呢，因為關田是菱角最大的產地，所以呢，就是特別攜手關田烏金社區合作社，然後帶領長輩來到他們所打造的零碳生活工廠，然後透過專業巫師的導覽以及手作的體驗，讓長輩可以認識到如何就是廢棄的菱角殼如何轉變成功能性較高的烏金。好，那除了可以讓長輩體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之外，也可以讓他們就是重新促進社會的參與，然後也重拾對這片土地之間的連結。感恩茶會特別選擇在地經營10棟的零碳生活工廠來辦理，透過文化導覽甲擴香石 DIY， 讓阿公阿嬤知影菱角不只會當吃爾，過去只會當單調菱角殼，變成菱角炭後，會當做成各種實用產品，將糞掃變黃金。其實地方創生的願景不外乎就是希望地方的長輩、地方的年輕人都可以有所寄託，所以我們看到這些長輩們從認識在地的產業，然後到最後成為一個循環經濟的每一個環節的利用，都可以讓他們等於說活到老學到老。所以像今天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帶他們從關田的菱角產業出發，最後呢所產生的這些殼的廢棄物再變成這一座擴香石，再讓長輩們帶回去。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全循環的利用。華山基金會透過長輩家己動手動腦做擴香石，了解菱角殼變成菱角炭循環經濟過程，也讓因回憶少年時八菱角記憶，度過溫馨又佫充實一天。但是新聞中緯中採訪報道。